兄弟姊妹們，所以阿妹對嗬，祝大家平安、健康、要歡喜、要快樂啊！係講兄弟姊妹做生意、做社、做到紛紛，直到冇一天嘅心，嚟阿呢地方聊一下嗱，看啲山洞，看到都心肝你要停，看啲水用偏偏，啲人家你爬山，直到心肝你要平安知道，就咁樣誒，唔好大場做，唔好大場做生意做到超時間日子，要聊嚇，哈利路亞！見到啦，我都講到而家福音啊，係講兄弟姊妹要困難要逼實之事啊，因為我嘅福音講啊，在詩篇記46第2節樣講到，上帝嘅幫持十分要見要做呀。當切家不實之事啊，因為上帝都係切家嘅避難所，切家嘅救主，切家嘅救恩要做，切家嘅力量啊，上帝都係切家嘅避難所，上帝都係切家嘅力量，係切家要不實之事，切家嚟到佢嘅面前，切家求佢，切家同在，十分要做，十分要見啊！我都三兄弟一説。試過嘅上帝嘅恩典，上帝嘅幫助家，當我都使要問題之時，我都求佢，我都禱告嚟到佢嘅面前，上帝要獻出佢嘅幫助俾我都使啊！因為呢，福音講出46第3講，是講雖然呢個世界會變法會變遷。像啲同樣嘅嘢有同樣啊，但係雖然嚟講，世界講要上帝嘅幫助嚟講啊，同有同世界都唔係驚，像啲水咪有輪，世界一唔是驚，但係呢，因為而家變到圈錢，在耶穌基督嘅方面，世界得到佢嘅避難所，世界得到佢嘅力量，世界得到佢嘅幫助，十分要做。十分要目的做出嚟本世界啊！所以呢，世界係圈錢上帝，要問題啲事，世界唔係講走出去，人班人世界單殺錢嘅路，我相信而家單殺錢嘅路，一簽到一網，係講世界簽到上帝，我相信上帝能帶世界去得勝嘅路，因為前面你單殺錢，你唔啲人班人解決，係講上帝從頭到尾嘅啲人班人嚟解決。mà cả nhà世界圈錢上帝，係求佢嚟幫助，佢因為佢世界嘅避難所，佢世界嘅力量，佢世界嘅救主，在耶穌基督嘅方面，熱天世界要得勝嘅路。mà cả nhà嘅禱告本兄弟姊妹係要問題一家天道，做生意嘅方面要問題，我禱告呢下。主耶穌係佢嚟到人面前，求你幫助，你多讓佢到曬要聖人名曬，要求你多讓曬你幫助佢，開路本佢，帶佢去得勝嘅路。喺耶穌基督嘅名，我禱告本隆重要聽你福音嘅兄弟姊妹們，係講你到曬要兄弟姊妹係講要困難，要咩嘅問題，我到曬陳禱告，可以聯絡我到曬嘅電話，所以另外邊曬黑俾你啲主人嘅，可以聯絡，即刻求下你禱告，即刻嚟求主耶穌嘅恩典，主耶穌祝福隆重即刻，哈利路亞，阿門。